今年是陈文成事件40周年，陈文成朴树纪念基金会、台大数学系学生会等等的单位，也拢捌甲外界来募款。经过9年的争取，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初日正式启用。出席开幕的台大校长关忠敏表示讲，这个所在是要提醒台湾，就要坚持人权甲民主。 经过多年来的争取，自2015年台大校部会议通过立牌，到侪纷争，搁到去年拄到流标，才来动工的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，到达总算完工。我们不仅仅是在悼念一位校友陈文成博士，也在提醒大家，还有更多追求台湾前途、为台湾前途奋斗的勇士。我们也希望这里成为一个提醒社会，要永远坚持人权、 民主与自由的地点。在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的这个作品叫做《抗别》，代表的是在这个事件了后，阁有真侪基本。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，我希望国民党要对自己的过往的罪行真诚的反省，公开向陈家道歉，并赔偿陈文成博士的家属。 陈文成向时是台大数学系校友，在美国摕到博士学位，积极帮助民主运动，率伫回台探亲受警备总部的约谈。后来，互人发现遗体伫广场边仔有打坚决抵抗国家暴力勇者的字，是陈文成基金会认为上会使代表伊的词。不过，索马意外发现，台大对于国家暴力这4字有意见，伫活动后可能会甲你来拆除。陈文成基金会是表示，这个部分也未定案，所以阁会参学校来讨论。记者丁雅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